繪畫灰卡係一個非常重要練習，只要掌握唔同層次嘅灰度，就可以輕輕鬆鬆去表達光暗嘅關係。先喺紙上用4個定點作為繪畫嘅範圍，先從下而上，直至去到中間嘅位置。然後用手從下向上推開碳粉，我哋要避免上下來回，因為咁樣係會將碳粉帶到較淺色嘅地方。較淺色嘅地方可以用手掌向下推，咁樣就可以做出漸層嘅效果。每一次用手抹走碳粉之後，用乾布清理手上嘅碳粉，然後再抹，咁樣就唔會將殘留喺手上嘅碳粉抹咗喺淺色嘅位置上面。當畫好一個大致嘅灰度，可以喺旁邊嘅底部畫上黑色作為參考。而喺中間嘅位置旁邊，我哋都畫上中間灰度，咁樣就可以俾到自己一個參考，灰度係需要去到邊一個層次。從底部開始一路加深，慢慢推開，過程裏邊要好好觀察從黑到白中間嘅變化，不斷去重複加深淺色或者抹走深色嘅地方。當差唔多完成後，就可以用擦膠去整理下四邊，然後再睇一睇漸層夠唔夠自然，中間灰度係咪喺正中間嘅位置，不斷觀察修正，再觀察。
最後我哋可以用素描擦膠將佢撳扁，然之後輕輕咁喺需要淺色嘅地方擦走多餘嘅碳粉，然後再小心修正。跟住我哋就會再做另一個練習，呢一個係對單一色塊做出唔同層次灰度嘅練習。先喺旁邊畫上7個圓形，每一個圓形都會填上灰度，從黑色開始。然後係中間灰，開始嘅時候唔需要太過準確，因為之後可以慢慢修正，然後填上黑色同埋中間灰之間嘅灰度。完成之後，再畫上中間灰至白色嘅灰度。需要淺灰色嘅地方，可以用手指沾上碳粉嚟畫。每次我哋都要細心觀察唔同層次嘅灰色有冇做到漸進嘅效果。另外，亦都可以對比下旁邊漸進嘅灰度，睇下佢哋係咪一樣。呢個睇嚟好似好簡單嘅練習，需要用到細心嘅觀察力，亦要注意到使用炭條時候嘅力度，先至可以做出細緻嘅變化。